今年咧用呢兩個方法咧，可以賺到我諗大約最少10000 miles，夠你飛多一轉去台北㗎啦。咁講緊有咩方法咧？有兩個嘅。第一個方法咧就係咧國泰 Asia Miles 咧，每年咧其實佢有2次嘅 bonus miles campaign。咁呢一個嘅 bonus campaign 咧就係俾喺啲 Asia Miles 嘅 partner 度咧，你將佢哋嘅積分兌換成為 Asia Miles 嘅時候咧，會有 extra 嘅10% 嘅 bonus 嘅。咁舉個例子啦，我諗好多人有機會用緊 HSBC 嘅信用卡，咁嗰度咧假設你將你平時儲開嘅 Reward Plus 嘅 RC Dollar 轉過去兌換成為 Asia Miles 啫，咁嗰度咧係會有額外嘅10% bonus 嘅。如果假設你轉嘅嗰個 miles 嘅數量係達到2萬或者以上嘅話，咁而最多咧你可以兌換8萬嘅 miles 去賺8000個 extra 嘅 miles bonus。咁呢個係第一招啦。第二招咧我就唔知係咪最近大家都好想搶下啦。咁最近呢，呢一個嘅渣打國泰 Master 卡咧，佢就出咗一個開卡嘅盲盒 campaign，講緊咧假設你 even 本身揸緊渣打嘅其他現有信用卡，例如 Simply Cash 啦或者 Smart 卡啦，你只需要透過我嘅 bio 嘅嗰條連結開卡咧，咁咧首先你保底咧唔使簽任何嘅卡數咧，你都可以賺走5000 miles。咁假設你係渣打嘅全新嘅信用卡戶咧，係可以免簽帳賺7000個 miles 嘅。而 on top 喺你申請咗信用卡，而且成功批核嘅時候咧，你已經自動參加咗佢一個最近嘅盲盒推廣。咁呢一個嘅盲盒推廣咧，講緊咧保底咧最少咧你可以抽中2000 miles 落袋嘅。咁所以呢度咧，假設你計翻條數咧，一個現有嘅信用卡戶咧保底咧，你只要開一次卡唔使簽任何嘢咧，已經可以賺到7000個 miles 㗎啦。咁而假設如果你好彩嘅話咧，你可以抽到 Apple 嘅 gift 卡啦，或者係講緊100萬嘅 miles 嘅。咁你只需要用晒呢兩個方法咧，其實好容易咧就已經可以賺到最少10000 miles 落袋㗎。希望咧呢兩個方法可以幫到你加速你儲 miles。如果想申請渣打國泰 Master 卡咧，就可以透過我嘅 bio 嗰條 link 咧去申請啦。我係 Brian，我分享好多理數兌換、投資、理財同埋啲初級成年人需要知嘅各種各樣嘅嘢。有興趣可以 follow 我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